Yo，大家好啊！我哋上集咧啱啱先講完啊，FIFA 嘅2026世界盃究竟係為咗錢啦，定係真係做到呢個全球化呢？咁啱啱先至討論完，咁啊，但係咧嗰邊就已經又爆發另一場可能更加深遠嘅權力戰爭啊！FIFA 宣布啊，計劃成立一間估值約200億美元嘅新公司，將世界盃、女子世界盃、世界冠軍球會盃等賽事嘅商業營運集中管理，再向私人投資者出售最多2成嘅非控股股份啊。FIFA 強調啊，就話賽例、賽程同足球管治仍然會由自己掌握，但係問題係啊，包括英足總在內嘅多個成員協會咧，竟然表示啊，事前係完全唔知呢個方案嘅內容啊。UEFA 更加公開批評啊，足球嘅靈魂同管治唔係可以用嚟交易嘅資產，並且準備召集旗下55個成員協會舉行緊急會議啊！外界甚至提到啦，杯葛未來 FIFA 賽事啊，但係現階段咧未有任何正式決定嘅。所以今次嘅爭議咧，唔係話私人投資者聽日就可以決定邊個國家舉辦世界盃，亦唔係可以直接改變比賽規則嘅。真正嘅問題係世界盃累積超過100年嘅商業價值，究竟係屬於全球嘅足球啊，定係可以拆成股份交俾私人投資者分享利潤呢？ FIFA 話呢個係將資源帶到全世界，令細小國家都可以得到更多嘅發展資金啊。UEFA 就認為呢一步可能將足球最重要嘅公共資產逐步私有化。究竟因凡天奴提出嘅一場足球改革，定係史無前例嘅世界盃賣盤計劃呢？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由 FIFA 究竟想成立一間乜嘢公司開始講起嘅。首先要澄清 ，FIFA 並唔係直接將世界盃成個賣俾私人公司，亦唔係俾投資者決定賽制、參賽資格或者主辦國嘅。真正方案係成立一間全新嘅商業公司啦，名叫FIFA Forward Enterprise， 簡稱 FFE 啊。FIFA 計劃將旗下男子女子同青年賽事嘅商業業務集中放入呢間公司度嘅，包括世界盃轉播權贊助門票、商品授權同埋部分嘅賽事營運。換句話講，FIFA 仍然管理足球嘅本身，但係世界盃最賺錢嘅商業部分就會由一個更加企業化嘅架構負責嘅。咁呢間新公司初步估值大約200億美元，FIFA 考慮向外部投資者出售最多2成嘅非控股股份嘅，目標集資最高約42億美元。所謂嘅非控股就係 FIFA 仍然持有絕大部分股權。官方亦強調啦，賽例、賽程足球管治同重大競賽決定仍然完全由 FIFA 掌握，投資者唔會直接控制世界盃啊。咁但係爭議正就由呢度開始啦。私人投資者肯投入幾十億嘅美元，目的自然係獲得回報啦。就算佢哋冇權直接改變球例，未來會唔會推動更多比賽、更高票價、更多贊助安排，甚至令到賽程越嚟越服從商業利益，仍然係外界最擔心嘅問題啊。所以 FIFA 話自己出售嘅只係少數商業股權，反對者係認為一旦世界盃嘅收入同私人投資者利益綁埋一齊足球決策同商業決策之間嘅界線就越嚟越模糊啦。呢個我哋講晒所有睇晒成個計劃究竟係點樣嘅全貌咯，我哋先至嚟做定論啦。咁但係睇完今屆世界盃 FIFA 同即係官商勾結之間有冇發生呢？咁好難話完全冇喎。尤其是係美國隊嗰張被消失嘅紅牌啦吓。咁 anyway 啦 ，FIFA 呢係準備咗一個非常有吸引力嘅理由去說服全球嘅足協支持嘅，就係多啲錢。而且係每個成員協會都有機會得到嘅錢啊！咁 FIFA 要說服全球足協接受呢個方案呢，錢一定係最直接噶啦。更多嘅發展資金就係佢哋最有力嘅籌碼。根據計劃 ，FIFA 旗下211個成員協會都可以選擇申請最高2000萬美元一次性嘅資金，用嚟興建球場訓練中心、培訓教練、支援國家隊草根足球同埋女子足球等等嘅項目嘅。咁同時27年至到30年週期內每個成員協會原本預計獲得嘅發展資金亦會由800萬美元提高至2000萬美元嘅。FIFA 聲稱成個方案未來可以為全球嘅足球額外帶嚟超過100億嘅美元資金嘅。對英格蘭、德國或者西班牙呢啲富裕足協嚟講2000萬美元未必足以令到佢哋忽視管治同透明度嘅問題嘅。但係對部分缺乏訓練場地、職業聯賽甚至未有完整女子足球體系嘅小型足協而言呢筆錢可能足以改變成個國家未來10年嘅足球發展㗎。所以 FIFA 將呢個計劃形容為全球足球民主化。世界盃賺到嘅錢唔應該只集中喺歐洲同少數強國，而係要由所有成員一齊分享。但反對者亦都提出另一個問題啦。
呢啲錢究竟係真正嘅發展資助啊，定還是係用嚟換取各國足協支持出售世界盃商業股份嘅籌碼呢？ FIFA 要求各成員喺9月19號之前表明係咪參與相關資助安排。當一個足協一方面要評估足球管治嘅長遠風險，另一方面又面對2000萬美元嘅即時利益，佢哋最後點樣投票就未必只係一個足球理念嘅問題嚟啦。而更加令人擔心嘅係咧，唔少足協聲稱啊，直到方案公開之後咧，先第一次知道原來 FIFA 已經將計劃推到呢個階段啦。咁所以講到呢度咧，就引起咗一個更加令人不安嘅問題啊！比起出售幾多股份，就係佢哋成個方案嘅決策過程啊。因為頭先我哋開頭都講到啦，英足總明確咁表示自己事前完全唔知道呢項計劃嘅，亦都冇收到足夠資料解釋新公司嘅實際架構啦、投資條件同埋長遠影響嘅。英足總咧因此對方嘅對個方案缺乏程序透明度同管治安排深感憂慮啊。咁法國、德國同丹麥足協亦先後提出類似嘅質疑嘅，而且感到被蒙在鼓裏嘅並唔係得歐洲亞洲足協同埋中北美洲同埋加勒比海足協咧都表示佢哋並未得到正式嘅資訊，部分成員更加係透過傳媒報道先知原來 FIFA 係將呢個計劃已經推進到呢個階段㗎。兩大洲嘅足協都要求 FIFA 提供完整嘅文件俾成員評估法律、商業同埋管治風險，所以問題未必係私人投資一定唔可以接受而係一個可能影響全球足球未來幾十年，涉及世界盃最重要商業資產嘅方案，點解可以喺主要持份者毫不知情嘅之下發展得咁成熟呢？ UEFA 因此準備同旗下50個成員協會展開緊急會議嘅，希望先統一個立場啦，再決定要求 FIFA 延期，公開完整嘅細節，甚至研究更強硬嘅反制行動現階段仍然未有正式杯葛決定嘅，但係事件已經由一項商業投資計劃升級成為對 FIFA 管治方式嘅全球信任危機。而下一個更加敏感嘅問題就係究竟邊啲私人投資者準備入場呢？同因凡天奴本人又有冇潛在嘅利益衝突呢？咁目前已知嘅資訊係個方案由摩根大通協助安排融資嘅，咁預計領頭投資者就係呢個Joshua Kushner創立嘅 Thrive and Turn Eternal咁呢個 Joshua Kushner 係 Jared Kushner 嘅細佬而 Jared 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女婿不過要講清楚現有報道指出 Jared 本人並唔係潛在投資者嘅，爭議主要來自相關人物之間嘅政治同埋商業聯繫㗎。咁 FIFA 就強調外部投資者只係會持有少數股份啫，唔會參與日常嘅營運，更加冇權決定賽程參賽資格或者主辦安排嘅。咁但係外界仍然想知道投資者會點樣去挑選完整嘅股東名單會唔會公開？佢哋投入幾十億美元之後又會想透過咩方法去獲得回報呢？更加具爭議嘅係泰晤士報報道就話，因凡天奴可能喺2031年完成 FIFA 主席任期之後轉任新公司類似專員嘅管理職位現階段呢個只係傳媒報道FIFA 未有確認嘅，咁亦唔可以當成已落實咁安排不過假如推動方案嘅 FIFA 主席日後真係有機會喺相關公司獲得高薪職位，就必然會引起利益衝突嘅疑問。因凡天奴而家推動嘅決定究竟完全係為咗足球，定係可能影響佢自己卸任之後嘅前途呢？而 UEFA 面對呢啲疑問，最強硬嘅反擊手段就係外界一直提及嘅杯葛世界盃咁好老實講，呢個因凡天奴佢行嘅每一步棋絕對係深謀遠慮嘅，冇可能係對自己冇利益嘅，即係邊有咁偉大都要個飲水 break 咁，係為球員好咁但係你同時亦都賺多咗幾多錢係咪先？咁但係即係 UEFA 話杯葛世界盃啦，咁據最新報道UEFA 頭先都話準備同旗下55個成員協會召開緊急會議㗎，商討統一立場同潛在行動嘅。杯葛 FIFA 賽事可能就成為其中一種施壓手段，但要強調現階段未有任何國家正式宣布退出嘅，咁就都有啲早啦。同埋我覺得杯葛係真係唔會行到呢一步㗎，因為一旦歐洲主要國家缺席世界盃會失去大量嘅頂級球星觀眾、贊助價值同埋轉播吸引力嘅，足以令到 FIFA 承受極大嘅商業壓力啦，而且亦都會令到歐洲付出沉重嘅代價。我覺得呢個係比較主要嘅，就因為球員可能冇咗一世人得幾次或者甚至得一次嘅世界盃機會，球迷、主辦國同轉播商亦都會被捲入政治角力。下一屆 FIFA 大型國家隊賽事更加係2027年嘅巴西女子世界盃。假如歐洲直接退出，首先受影響嘅可能係女子足球運動員，而唔係推動方案嘅高層
另外 UEFA 得55個成員，而 FIFA 係有211個成員協會嘅。就算歐洲完全團結啊，亦都需要爭取亞洲啊、非洲、中北美洲同南美洲嘅支持，先可以形成足以阻止方案嘅全球聯盟啊。值得留意嘅係咧，亞洲足協同埋呢個CONCACAF 啊，今次同樣批評 FIFA 缺乏諮詢啦，證明反對聲音咧就唔係淨係得歐洲嘅。所以更現實嘅第一步，可能唔係即刻退出世界盃，而係要求 FIFA 暫停個計劃，公開投資者名單啦同完整嘅條款，再透過聯合嘅反對、法律審查同監管壓力咧，逼呢個因凡天奴讓步嘅。杯葛係最後嘅核武啦，但係啊，只要歐洲真係肯將佢擺上談判桌咧，已經足以將呢場商業爭議升級成 FIFA 同 UEFA 之間最嚴重嘅權力戰爭之一啦。事實上，其實因凡天奴以前亦都曾經提出過類似嘅私人投資方案，而且當年啊同樣遭到歐洲強烈嘅反對。早喺2018年啊，因凡天奴咧已經推動過一個據報價值250億美元嘅投資方案，內容啊包括擴大世界盃、世界冠軍球會盃啦，同埋成立全新全球國家聯賽啊。咁當時背後投資者身份啊、資金來源同長遠控制權咧，同樣係唔夠透明嘅，因此遭到 UEFA 同多間歐洲豪門強烈反對。最後方案就冇按照原定形式迅速通過啦，部分內容亦需要重新包裝同調整嘅。但今次嘅情況比18年嘅時候更加敏感啦。當年咧主要係希望利用私人資金去創造新嘅賽事啦，而家就係考慮將 FIFA 本身已經擁有亦最有價值嘅世界盃商業業務擺入一間可以令俾外部投資者持股嘅公司啊。換句話講，今次唔止係再多搞幾多項比賽，而係可能改變世界盃收入、商業權益同埋決策架構之間嘅關係嘅。對反對者嚟講，2018年嘅經驗亦證明一件事：當大量嘅私人資金推入足球，最初承諾嘅可能係更多發展資源，但係最後帶嚟嘅亦可能係更多賽事、更擠迫賽程同更強嘅盈利壓力。所以今次 UEFA 反應咁快咧，並唔止因為一個新方案，而係佢哋認為自己已經見過類似嘅劇本啦。而跟住落嚟，成個計劃大致可能走向3個完全唔同嘅結局啦。咁第一個我覺得都係比較大機會會最後發生嘅，就係 FIFA 面對多個足協同埋監管機構壓力啦，選擇延遲表決、公開完整條款、投資者名單同埋利益衝突安排啊，甚至降低出售股份比例啊，因為呢個係最容易避免正面衝突方案嚟嘅。但係 FIFA 亦要承認原本嘅諮詢程序存在問題啊。咁我覺得因凡天奴坐得呢個位做得咁上下，其實佢都處事都算圓滑嘅。當然佢自己係咪為自己謀利益咧？呢個就唔多評論啦。咁但係我覺得佢都想盡量唔會扯，即係唔會搲爛面㗎。咁第二個結果咧，就可能係計劃咧仍然係得到全球多數成員嘅支持啦。因為始終頭先都講到咧，FIFA 有211個成員協會嘛，而好多中小型足協最關心嘅咧，可能係嗰2000萬美元嘅發展資金可以帶嚟幾大改變㗎。因為尤其是係嗰啲非洲嗰邊咧，呢啲錢對佢嚟講啊，簡直係天文數字啊！咁所以只要其他州份大部分支持嘅方案，仍然係有機會通過㗎。而第三最極端嘅結果就係 FIFA 同 UEFA 全面決裂啊！如果 FIFA 拒絕讓步，而歐洲足協咧認為世界盃商業權益正被私有化，UEFA 可能升級行動啊，包括法律挑戰啊、拒絕合作，甚至威脅杯葛 FIFA 嘅賽事嘅。咁好彩世界盃仲有4年，都有啲時間俾佢哋拆下。呢個情況會直接影響球員啦、球迷、贊助商同轉播商嘅，亦可能引發國際足球史上最大規模嘅權力戰爭。不過現階段真正嘅杯葛仍然距離好遠嘅，比較可能出現嘅第一步就係各州足協逼呢個 FIFA 暫停推進，交代晒啲細節先。咁如果滿意啦，咁先至咧有機會俾佢過嘅。所以最後決定成敗嘅未必係歐洲講得幾強硬，而係全球其餘100幾個足協會點樣選擇啊？接受一筆可以即時改變本地足球嘅資金，定係拒絕一個可能永久改變世界盃擁有方式嘅制度呢？所以今次嘅爭議唔應該只係好簡單咁理解成 FIFA 想賺更多嘅錢，或者係 UEFA 只係想保住歐洲權力。FIFA 提出嘅理由咧，確實好有吸引力嘅。全球好多足協啦，都仲係缺乏訓練基地啦、青訓系統同女子足球資源嘅。咁如果私人投資真係可以帶嚟超過100億美元，並將資金分配至到世界各地，的確可能改變一批足球小國嘅未來。但問題係資金增加唔代表任何程序都可以被接受。
當英格蘭、亞洲同中北美洲多個足協都表示事前唔清楚方案，當投資者身份、回報方式同埋新公司權力仍然未完全公開，當推動計劃嘅因凡天奴甚至被指可能使卸任之後加入相關架構，外界自然會懷疑呢個計劃究竟係為全球足球建立一個更公平嘅制度，定係用發展資金作為籌碼，將世界盃最有價值嘅商業權益交俾私人資本呢？真正需要守住嘅未必係足球永遠唔可以有投資者，而係世界盃任何重大改變都必須經過公開嘅諮詢、獨立監督同埋清楚交代邊個承擔風險、邊個擁有權力，最後又係邊個獲得利益。因為股份一旦出售咧，私人投資者就長期存在，但世界盃並唔止係一盤生意嚟嘅，佢代表國家、歷史、球員一生一次嘅機會，同埋全球球迷共同建立嘅價值。咁講到呢度，頭先嗰啲就即係客觀啦，都係我叫做資料搜集啊，睇下最近有啲咩消息啦。咁就最主要就嚟自 TNT 體育嘅一篇英足總嘅聲明咁樣，跟住再去延伸出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聽落好美好啦，但係你咪當佢好似飲水 break 咁樣咯，係啊，聽落好好啊，咁但係最後出到嚟錢袋嘅咪又係你因凡天奴，咪又係 FIFA 賺錢，咁所以即係足球係需要靠錢嚟支撐嘅，但係我話真係唔會信佢咧係會完全可以做到獨立，即係淨係為即係淨係會完全做到佢 promise 嘅嘢咯，絕對係會有啲細節喺入邊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唔知嘅。你話我陰謀論又好咩都好啦，呢條友咧我就係信唔過啦。咁所以最後想問大家，如果出售少數商業股份可以換到數以十億美元投入草根、女子同埋發展中國家嘅足球，你會唔會支持？定係你認為世界盃任何嘅一部分咧都唔應該成為私人投資者用嚟追求回報嘅資產呢？呢場爭議真正決定嘅並唔止係一間新公司會唔會成立，而係未來世界盃究竟由足球利益主導，定係逐步由資本利益重新定義。Anyway， 今集時間差唔多，多謝你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